香港網球一哥黃澤林，英文名 Coleman Wong， 身高1.9米，現時 ATP 單打世界排名122。佢係香港史上最具潛力嘅網球員。2022年青少年 Davis Cup 已經同現時西班牙球星艾卡拉斯有過交手。舊年征戰美網首圈，今年香港公開賽殺入8強，創出香港網壇歷史。目標好明確，打入世界前100名。過去3個月，黃澤林接連征戰3個高水平賽事。1月澳洲網球公開賽殺入資格賽決賽圈，距離正賽只差1步。之後主場香港公開賽爆冷擊敗世界排名72位球手，歷史性殺入8強。2月美國 Delray Beach 公開賽更上一層樓，爆冷擊敗7號種子嘅卡士密，殺入職業生涯首個 ATP 決賽，獲得亞軍。澳洲網球公開賽2026年1月舉行，黃澤林由資格賽起步，第一圈擊敗西班牙球手 Lamas Ruiz， 晉級資格賽決賽圈。可惜最終以3-6、4-6、3-6不敵瑞典球手伊利亞斯耶莫，無緣正賽。不過能夠殺入大滿貫資格賽最後一關，對香港球手而言已經係重大突破。香港網球公開賽2026年1月3日至12日喺維園舉行 ATP 250賽事，黃澤林以地主身份出戰，首圈擊敗阿根廷球手尼本，比數6-3、7-5。第二圈再爆冷擊敗世界排名72位球手，晉級16強。8強戰對決意大利新星、世界排名第16嘅 Musetti， 最終以微小差距落敗，結束今次主場之旅。呢個係佢職業生涯首個 ATP 8強，亦都創下香港網壇歷史。Delray Beach 公開賽2月14日至22日喺美國佛羅里達州舉行 ATP 250賽事。黃澤林呢站賽事表現搶眼，8強以6-4、7-6不敗7號種子嘅卡士密，殺入4強。決賽對手係意大利球手卡巴列，最終以5-7、7-9、2-6落敗，獲得亞軍。呢個係佢職業生涯首個 ATP 決賽，世界排名上升至122，創下香港球手歷史新高。最新消息，黃澤林喺江西九江舉行嘅 ATP 挑戰賽，以不失一盤嘅強勢表現，擊敗各路好手，贏得生涯首個 ATP 男單錦標，創下香港網球歷史。賽後佢即時收到好消息，世界排名由122位跳升12級，升至110位，創下生涯新高。佢下一站將會轉戰無錫公開賽，被列為男單2號種子。目標只有一個，打入世界前100名。正如拿度網球學校所講，一切由夢想開始，今天夢想成真。Vamos！